李秀恒會長、錢大康校長、各位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董及代表、各位嘉賓，大家好，歡迎大家嚟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中醫藥教育中心命名典禮。我係鄭奕彤，係英文系4年級嘅學生，好榮幸能夠擔任今次命名典禮嘅司儀，同時亦都好感謝各位嘉賓喺百忙中抽空出席。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aming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Center. My name is Tanya. I'm a Year 4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首先有請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致歡迎辭，有請錢校長。各位早晨，哇！我哋啲學生幾叻啊！好抱歉，我係冇拍馬追唔上去，要我用兩種語言講咧，我就講唔掂，所以我都係用翻中文，希望有啲都唔識聽我講。首先早晨，多謝我哋咁多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朋友嚟探我哋，非常高興。有大部分我都見過㗎啦，仲有幾個陌生嘅面孔，我今日第一次見。第一次見嗰啲，我再次歡迎你哋嚟香港浸會大學。當然我要多謝阿 Eddie 啦，叫你 Eddie， 希望唔好介意。我哋會長，希望你帶領之下嘅中華廠商會蒸蒸日上。我啲同事講俾我聽，我上網睇一睇，原來中華廠商會已經有80年歷史，老過我哋浸大。我哋浸大只係60年啫，我哋後生啲。原來80年歷史，有幾千3000多個廠商係你哋服務。對香港嘅經濟發展喺呢幾十年係非常大貢獻，所以我喺度代香港社會多謝廠商會呢幾十年嘅努力。廠商會同我哋浸大合作咧，已經合作過唔少次㗎啦。上一次咧就係有一個係內地交流生嘅獎學金，我喺度再次多謝廠商會對我哋學生嘅支持，培養到好似我哋正話咁優秀嘅學生。今次廠商會再支持我哋浸會大學，有一個係中醫藥嘅本科生同埋年青即係初級嘅中醫師嘅交流計劃。呢個計劃係非常重要嘅。我哋因此咧多謝廠商會嘅支持，我哋就會命名一個facility 就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中醫藥教育中心。一陣間各位會去參加，影啲相同埋參加我哋世界一流嘅中醫藥嘅學院。我哋嘅中醫藥係我正話講都係世界一流嘅。我哋除咗做我哋嘅教學啦、培訓啦、研究啦、驗證啦，都係做好多不同嘅科學嘅。我對中醫藥咧係好門外漢，我係做工程嘅。我未嚟浸會大學之前咧，我係一啲都唔識嘅。咁呂院長同埋阿卞兆祥教授教咗我好多中醫藥嘅知識。我初以為咧中醫藥係英文叫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好 traditional 嘅。我嘅中醫藥嘅理解咧就係喺電影同埋武俠小説得到嘅。我仲記得有啲情節就去天山採雪蓮嘅。如果你有咩傷風咳，你要3日3夜咁騎隻馬去採雪蓮嘅要。同埋有啲電影又話又係騎隻馬，梗係3日3夜嘅，唔知點解又去攞解藥嘅咁。咁呢啲嘅即係我呢個好落後嘅觀念咧，嚟咗幾個月之後咧，呂院長同埋卞教授同埋啲同事咧，我諗在座都好多位咧，就糾正我呢咁嘅錯誤嘅觀念。原來而家嘅中醫藥咧係國際化、標準化，係科學化。
研究到大數據 （big data）、人工智能。我哋嘅科研咧係用 gene sequencer 同埋 mass spectrometer 噶啦，已經去到一個非常尖端嘅科學化。所以我仲有好多嘢要跟呂院長同埋各位教授要學習。我所以覺得咧今次中華廠商會幫忙我哋啲學生係走出香港、走出國際係非常緊要嘅。等到佢可以去外地交流啦。而家喺世界各地當然日本、韓國、台灣、中國連德國、加拿大、澳洲都中醫藥係非常普及嘅，亦係非常科學化嘅，所以令到我哋嗰啲啱啱出嚟嗰啲醫師同埋我啲本科生可以有呢個離開香港嘅研究機會係非常難得。我再次喺度多謝各位領導、各位廠商會嘅領導支持我哋浸會大學。我哋浸會大學除咗我哋做科研啊、驗證啊、研究之外咧，我哋仲有15個，將近嚟緊16個嘅clinic 喺全香港港九都有地方方便嗰啲市民嘅。我哋除咗係貢獻社會咧，我哋希望用啲 clinic 咧，使到我哋啲學生係富有愛心同埋樂於助人。呢個除咗係即係支持社會上嘅醫療服務，我哋希望教到我哋學生係貢獻社會嘅。所以我哋有呢15個 clinic 都係做得唔錯嘅。仲有少少錢賺添。呂院長話俾我聽有錢賺嘅。我哋最近咧就同政府喺度傾緊做個中醫嘅醫院。我哋希望政府會接受我哋浸大嘅建議，就可以浸大可以係幫香港做第一間嘅中醫藥嘅醫院。個院址咧就喺將軍澳。呢間係400個床位嘅中醫醫院。我哋希望除咗係服務市民，訓練我哋嗰啲醫師，訓練我啲本科生之外咧，研究都好重要，臨床研究係非常重要。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希望為香港呢個社會做出第一間嘅中醫醫院，成為一個標準，成為香港一個標準。我相信喺將來香港一定唔會只一間中醫院嘅，一定有好多間嘅。係呢間希望係香港中醫藥醫院嘅第一個模式。我亦希望呢間中醫醫院嘅模式咧，可以發揚光大，成為世界上嘅標準，東南亞同世界上嘅標準。咁呢個係望得好遠，望得好前。我哋嘅院長同埋我哋中醫藥嘅教授同學生咧，非常努力做呢件項目。希望喺明年初度咧，我哋就會有結果。希望我哋可以喺呢個貢獻呢個中醫醫院對香港有貢獻。好，我再次多謝中華廠商聯合會大力支持我哋浸會大學嘅學生。多謝各位。Now may I invite Dr. Eddie Lee, BVSJP,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o give us a speech. Dr. Lee, please. Thank you. 早晨，大家好。咁前校長、各位浸大嘅同事、各位嘉賓、各位廠商會嘅好朋友、老朋友，我嘅前輩，亦都係我嘅晚輩啊。通常咧就廠商會做得好好嘅，通常會長講嘢都 prepare 好多稿。我上任咗年半啦嚇，開始佢哋唔 prepare 稿俾我。因為寫真稿我都忘記咗帶上台，唔知點解啊！我諗最直接嘅嘢就係講講自己嘅感受啦嚇。近期就啱琴日就有朋友嚟，有啲媒體嚟做訪問，咁問我即係好多嘢啦咁佢話：喂，如果我要介紹你，就即係個頭啊，即係 title 啦，唔可以寫太多嘢。你想我點介紹你咧？咁佢話你有咩港事顧問政協咁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啦嚇。冇，如果你真係要寫嘅，你就寫我係91年嘅傑青啦，我係93年嘅青年工業家啦，我係青年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啦，我又係全國青聯啦咁點解咁講咧？實際上咧就自己成日都想年輕嘅，
有個稱住咧就啱㗎啦嚇，咁亦都經過一個咁嘅階段咁啊，再講講咧，就即係近期好得意啊！即係我發覺自己係咪真係不務正業咧？我考慮緊啊。咁啊諗諗呢個星期日啊，我都見到好多大家嘅朋友啦啊！我哋科大25週年係嘛？咁啊，我哋大家亦都父親節，阿女都唔知幾嬲，但係冇計，科大大學活動我哋一定要去。咁啊，琴日咧就我哋一套電影開嘅，叫做《我們的綠衣班》啊。咁啊，我自己撳少錢啊，亦都得到廠商會嘅支持。就主要咧係拍我哋賽張角中學，亦都講一啲少數族裔、小聚會嘅同學，到底喺香港佢點樣去奮鬥、點樣生活、點樣去融和我覺得帶出融和係好緊要嘅。而家香港即係我哋唔係嗰個自私啊，好開放、好多元一個社會，點樣表達到呢樣嘢咧咁啊？嗰日開鏡禮，哇個太陽曬到好犀利，我又冇帶防曬諸如此類。不過頂住啲老人班出多啲咧，冇乜所謂啦咁都覺得係有意義。咁啊，琴日又係啦，琴晚又見到呢個吳克儉呢個局長咁啊，又係一個奧林匹克數學喺香港做呢個，唔知體育我哋爭取到奧林匹克，而數學亦都喺香港舉辦，全世界好多嘅老師好多嘅學生亦都一齊嚟咁樣大型嘅活動。咁今日當然啦，就更加有機會，亦都見到大家就亦都為教育工作嚟到做一啲貢獻。咁啊，講翻今日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不務正業啫，我可唔可以帶廠商會啲同事不務正業咧？始終我哋個商會咁我哋搞咁多教育嘅嘢，咁但係我發覺應該大家同我係好一致。我睇到今日好似我哋嘅會董會20幾號先開好似而家仲齊人過我哋開會董會我哋9位副會長8位都嚟到，真係好難得包括李秀恒生日都絕對冇咁多位出席嘅咁即係證明咧，即係廠商會嘅朋友包括我哋楊宣西會長都都抽時間嚟，即係我覺得即係唔係對李秀恒嘅支持，係對我哋廠商會對教育嘅支持，即係呢個真係非常之難得，亦都非常之感動。咁所以呢度咧，我哋亦都好多謝大家，好多謝大家對社會個心，大家對社會嘅貢獻。咁廠商會咧就一直以嚟咧，我哋都係好注重呢樣嘢啦，教育啦。咁包括我哋附近上邊我哋廠商會中學喺度啦。我諗你好同學翻工放工，啲同學翻學放學都會經過。咁我哋都賽張角中學啦。咁我哋亦都係今年亦都開始同好多大專院校都聯繫啦。暑期我哋最忙嘅，包括往年我哋檢定中心又開一啲培訓班，專係俾一啲學生開咗8班。希望暑期咧佢哋嚟實習，嚟有少少居馬費俾佢哋。咁亦都雙校計劃啦，呢個同VDC 一齊合作嘅。咁希望學生亦都係暑期亦都走入商界啦。咁亦都係咧我哋最近亦都支持咗政府一帶一路啦政府未announce，立法局都未討論咁我哋已經話喂，廠商會我哋第一個出嚟，學生我哋支持一帶一路嚟，我哋歡迎咁亦都設立咗1000萬嘅獎學金。咁希望佢哋嚟到咧，喺個食宿、住宿嗰啲學生裏邊咧，我哋做一啲功夫嘅。咁包括咧，我哋8月出發我哋大年嘅工展會亦都多謝浸大嘅同學。咦，頭先幾位同學，你有冇參加我哋8月份大年嗰個團有一個位俾你㗎幾大我唔去，我位都俾你你要去就得啦。咁亦都咧有個任務咧，就係希望咧，我哋雖然喺內地搞工展會，推廣香港嘅品牌，我哋啲同學亦都係任務，就係做一個香港產品嘅推廣大使，說普通話，收人民幣亦都有啲實習嘅機會喺個工展會裏邊咁樣。咁我哋一路做，喺舊年嘅天津係做得好成功，今年我哋希望做得更好。咁另外咧，我諗我哋就好多嘅活動咧，我哋都係希望同學生、同學一齊，包括我哋工展會，包括我哋有好多社會嘅活動，都希望你哋嘅參與。咁浸大更加啦。嚟到即係好有感情嘅，因為咁多間大學嘅廚房咧，我最熟悉係你哋嘅啦。要行落去跟住轉去嗰邊，係嘛？咁最早期我覺得浸大係高瞻遠矚，
4個字去到形容啊。雖然你喺個規模size 各方面咧，未必係香港最 top， 但係你哋嘅睇法、你哋嘅眼光咧，我覺得係超前嘅。好似我20多年前咧，喺未回歸我哋對普通話都不太熟嗰時咧，浸大已經開 China Study 係第一間大學嚟開。嗰時阿金校長你係咪香港啊？都應該咩係嘛？咁咧，我已經咧喺度咧就做一個 China Study 嘅，即係初初做委員啦，之後就做到 Chairman 咁樣。咁所以我對你嘅餐廳咧就好熟嘅，因為例牌嘅 Chairman 就開完會就要請食飯㗎啦嘛，係嘛？即係我嘅傳統啦嚇。咁即係亦都培養好多第一個了解我哋國家、了解內地嘅經濟亦都好多交流考察咁樣，係做得相當之好。咁當然啦，中藥亦都係啦，大家一講中藥就知道浸會，一講浸會，大家亦都會講浸會有個中藥搞得非常之好喎咁樣。咁所以咧，我發覺咧就真係非常之超前嘅，搞得非常之好嘅。咁我記得咧就喺呢個91年咧，喺呢個2011年咧，我哋廠商會咧就喺浸大咧就係做一個捐獻啦。嗰次亦都係資助內地嘅學生，咁即係嚟香港交流，亦都係浸大學生去內地亦都一個我哋捐咗100萬出嚟。即係除咗我哋每年嘅獎學金之外咧，咁咪即係浸大亦都係打開多謝我哋嘅前會長，亦都打開咗首次嘅我哋嘅一啲好好嘅關係。咁希望咧就呢一次咧，就我哋一啲少少嘅捐獻咧，如果代表大家心意咧，希望展開咧，大家更進一步日後咧可以多啲溝通嘅機會嘅。咁所以咧一次咧，我覺得咧就只要生意人講下啲生意經我哋知使呢筆錢咧捐獻得咧係相當之有意義嘅，因為一舉兩得，一雞幾食。第一樣嘢咧，我哋係對我哋嘅名人我好尊敬嘅人嘅一啲敬重啦。當然唔係我爹哋媽咪第一個就係孔夫子我哋支持教育，支持孔夫子。咁第二個我哋好尊敬嘅咧就係華佗懸壺濟世，亦都係使我哋大家中國嘅醫學可以發揚光大。咁所以呢一次我哋嘅捐獻咧，亦都達到呢兩個目標。咁所以再講嘢多咗今次再一次咁好多謝大家，亦都多謝學校俾我哋咁嘅機會，亦都多謝各位同事、各位同學為教育所做嘅貢獻。咁我哋作為一個商界嘅朋友，我哋係全力支持大家嘅。多謝，多謝李會長。我哋中醫藥學院嘅師生早前知道廠商會慷慨支持學院成立中醫藥學院本科生及初級中醫師交流學習計劃之後，都非常之雀躍。同學們都好希望可以到外地交流，增廣見聞。我哋中醫藥學院嘅余堅文博士早前就聯同幾位中醫藥嘅學生參與拍攝咗一段短片，希望藉此去表達我哋對廠商會嘅謝意。We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CMA's support to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o establish the scheme of study tour and exchange for undergraduates and junior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of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Please enjoy the short video. Samuel 嘉偉喺度溫緊書啊！得意！話樣好消息嚟你聽啊！我最近得到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支持，會成立一個國際交流學習計劃。你有機會咧向世界出發，去唔同嘅國家啦同埋地區咧去交流。而呢個計劃咧係在校嘅學生啦，同埋啱畢業嘅校友咧都可以參加嘅。那這個交流學習計劃包含哪些地方呢？有中國大陸啦、韓國、日本、台灣、德國、加拿大咁。不過你最中意咩地方？因為我咧上年就去咗北京交流1年，我覺得嗰邊嘅學習氣氛啦同埋環境我都好中意。俾我再揀應該會係加拿大同埋德國。一來咧可以學習下針灸啦，學習下西醫，亦都可以識下朋友，應該係一個好珍貴嘅機會嚟㗎。嘉偉你咧？我最想去北京中醫藥大學。我是從台灣來的。一直聽聞北中醫為中醫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最優秀的中醫臨床教學跟研究人才。透過交流，我相信可以獲得更多提升自己的能量。非常之好。
其實講起交流咧，最近我哋都有一批韓國嘅中醫學生嚟我學院做交流，或者可能你都見過一班韓國嘅學生。而而家咧，我哋同對方傾緊一個雙邊嘅合作，希望下一年咧，我哋能夠有機會咧派學生去韓國做交流。其實講起交流，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德國嘅學生讀緊 PhD 嘅。Marcus 啊嘛。冇錯啦，有興趣揾佢傾下。嘿，Marcus，恭喜你啊，可以畢業啦！謝謝 Samuel。哎呀，我很高興很快回去德國當中醫大夫了。我希望很快就可以開設一個中醫診所。很好啊，你普通話很棒，我也希望可以到德國交流一下，學習一下德語。很好。其實可以到外地交流，的確是很好的經驗啊。有一年的暑假，我曾經到澳洲的北京同仁堂交流2個月。那當中除了有機會到中藥房實習以外，我還了解到中醫藥在東南亞地區以外的發展機遇還有挑戰，真的是獲益良多呢。其實有機會去外地交流真係好開心㗎！我之前喺澳洲實習嘅時候，就見到當地人呢都對中醫中藥呢係有好正面嘅評價嘅，令到我更加相信呢中醫藥喺外地係有好大嘅發展空間。經過嗰一次嘅交流，我都對中醫藥走向國際有更加大嘅信心。Deep gratitude。Dankeschön。多謝支持。作為浸大嘅學生，我都好想代表同學向廠商會親口講聲多謝，非常感謝廠商會對浸大嘅支持，多謝你哋。接住落嚟，我哋會舉行一項簡單而隆重嘅命名儀式，恭請以下2位主禮嘉賓移步到台上。Now it comes to the naming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Centre。現在有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博士 ，Dr. Eddie Le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 ，Professor Roland Chin,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of HKBU。有請李會長同埋錢校長喺3聲之後一齊拉動手上面嘅繩，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中醫藥教育中心揭幕。預備好未？1、2、3。好，影多幾張相先啊！兩位保持握手姿勢5分鐘。為咗感謝廠商會對浸大熱心支持，我哋特別準備咗一份紀念品，有請錢校長代表浸大致送俾李會長。